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公民团体推动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的行动，目前已经达到第2阶段的标准啊。谢国良表示会做好准备，今仔日会去国民党的党中央参详对策。另外，针对选罢法的修法，国民党是批评民进党相定标准。那民众党是已经表态，讲因反对拿赢有关罢免的标准。不少重要交通地点，基隆城坐转运站启用记者会。不过，外界有关关注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，行动小组公布人数已经超过第2阶段的标准，3早传出已经超过4万份，按算伫7月初5送件。谢国良也发声讲，要到党中央来参详对策。下班后，我们会到八德路，跟大家讨论一下进入的局势。很多人都很关心基隆目前的情况。我们也深深的表示感谢，也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会做一切的准备。对启用典礼无邀请前基隆市长林右昌，谢国良是回应讲，因为林右昌目前有民进党秘书长的党务身份，较无适合。最近选罢法的修正，国会是继续咧对峙。国民党批评讲，顶会期有3位立委也提出同款的修法方向，要提高标准，罢免票要坐过当选票。制度如果有缺失、有漏洞，是不是大家一起来讨论，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？民进党提出来就好棒棒，国民党委员提出来就是为了要调高自己的门槛，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。个别委员有他提案的自由，他的个人意见的陈述，但是民进党自始至终，即使是国会多数，也没有强行推动这样的修法。民众党也表态袂对拿赢来提出修法，尤其内政委员会选罢法修法的关键一席，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也表态反对拿赢条款罢免的标准，避免甲人民罢免无涉及政治人物的权利，又搁关入去招啊人来。这样子的提案，我们是不会赞成的。所以麦玉珍委员也已经清楚表态，他在内政委员会里头会出席，而且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。党团的总调吴国昌也强调讲，党团并无主动推动修选罢法的计划，民众党也否认有配合，表示民众党有家己的主体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